乐手，谢谢张黎，谢谢阿丽，谢谢宋月，谢谢。没有他们，我今天不可能变得那么有气质。好，但是刚刚已经看到，我们部落的弟弟他们在跳舞，蠢蠢欲动哦。对哦，虽然我唱的歌是大家不熟悉的语言，那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使出我的绝招。反正你们都听不懂了嘛，听不懂在哈日听不懂也在哈韩，那可不可以哈原住民？好，这是哪一个韩国明星啊？好，那今天的表演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，今天还从台东聘请我们的100万的 dancer， 欢迎刚刚出场的部落青年。